除咗繼續有 high kick 教我哋敲之後咧，我哋請到 Lucky 嘅指賽員咧 Tony Gogo 上嚟。另外關心妍會教日文，農夫會教大家咧。講完咁多精彩內容係時候睇睇今個星期我哋嘅勁歌金榜。上個禮拜勁歌金榜係由何韻詩嘅音樂感咧成為得1嘅。今個星期佢同李克勤嘅花落誰家都留守咗，先去睇下今個星期嘅勁歌金榜先。第10位新上榜樓梯戰將薛凱琪，第9位都係新上榜嘅國語歌小小容祖兒，第8位跳咗一級徒步幫梁慧蘭，第7位升咗3個無心戀唱泳兒啊，第6位有一句失聯啊，第5位跳咗3級如何離開你玩心田，第4位有示愛孫耀威進入3甲為傳交俾農夫同我哋 rap 佢出嚟。咁我哋 rap 下半亞季，呢個目係第3位，亞軍歌又玩到機仔，錢升咗3位，冠軍歌係我嘅 friend 仔，上多9個禮拜都冇問題，前程感受揾到安仔，等陣間就有得睇。唔該曬農夫嘅師傅同埋陸永都為我哋 rap 出今個星期嘅。我哋嘅升級暑期班咧，除咗歡迎我哋嘅本地張明去參加之外咧，5號仔嘅朋友真係非常之歡迎嘅。好似頭先有位跳敲嘅林俊傑，除咗跳得、唱得、上咗作得，今次打一首新歌叫做《殺手》。好，我哋嚟第2組嘅動作，第一個都係 House Basic。Let's go！好，跟住。
好，第一組就係3 Let's go。好，呢度。好，第3組 Good save。Let's go。Let's go。好，5 6 7 8。Hi King 同埋嗰位仔而家就示範緊啦 ，House 嘅另一組 Locking 嘅舞步啊 ，lock 住先，lock 住先。啊，估唔到佢成我哋 lock 方面都幾 lock 得㗎嚇，人哋做嗰啲即係小兒科嚟嘅，真正呢一個 locking 嘅始祖啊！邊咧你哋升個千人訓練，千祈幫我交俾我哋嗰度。咁我都去交嗰啲嘢過嚟俾我試翻先。假如大家對於我哋嘅課程同埋表演充滿興趣，想重溫嘅話咧，歡迎嚟到以下呢一個網址咧就可以睇得翻㗎啦。而睇完我哋嘅表演之後，你將我哋拍低啲你自己嘅片段，寄俾我哋。假若表演得好嘅話咧，會邀請你上嚟我哋現場表演嘅。呢個時候可以試講同埋勞夫將 rap 同埋歌曲 cross over。呢個時候不如咁啦，將我哋咁好嘅優秀出嘅頭 rap 多次嚟 ，come on！勁歌金曲優秀選，勁多歌星俾你選。8月28號呢一年12點之前，最中意嘅呢首歌，確保你嘅投票做。人哋記得清楚楚，如果你唔清楚投邊個，不如投我。回應中要點用，等我睇點用打90030988，仲有乜嘢嘅投票方法？呢份短信就好易。輸入988發送到50882，再撳下個投票指示，詳情請你哋留意。一多啲，記多啲，投多啲，搞掂都係曬我哋今日，咁多位嘉賓上嚟，我哋亦都為我哋表演得更精彩。大家星期三晚，我哋點一再見，拜拜。